金桔酱涂上厚切牛排，是民宿主人李敬豪的创意。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呈现出新的料理方式，是李敬豪想让客人用味蕾体验的一种在地文化。苗栗它是一个山人小镇，我们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布置硬体上，还有在我们的餐食上，都能够结合在地的客家元素，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間在這上面。飛踢一道時間，叫飛踢一道時間，花了很多時間，飛踢一道時間。陳年蘿蔔乾燉雞湯是客家老一輩代代相傳的保健湯品。這裡頭的蘿蔔乾用的是30年以上的上品，由於量少珍貴，現在很少有餐廳在賣。李敬豪托了朋友找了很久才找到。我們叫黑金哈，就是這一個老菜脯。那這個老菜脯真正上品的老菜脯，它就是在這個菜脯上面還會結晶，這個就是鹽。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台灣一個很道地、很傳統的一項飲食的東西哈。客家擂茶用的擂碗和擂棍也派上用場，只是茶葉變成了核果，磨碎後撒在沙拉上。這是利用客家文化的形式搭配西式料理的絕妙巧思。所以我們並不是把茶直接入菜，而是用茶的形式然後入菜。李敬豪雖然不是客家人，卻在一次和家人的旅行愛上苗栗3義這個客家小城，不只把客家元素融入民宿布置裡，也和主廚研究把客家經典發揮在食物上。小麻薯、柿餅全都做成精緻的小點。李敬豪說，他想與更多人分享客家的精神與獨特風味。上課嘍！飛踢一道時間，飛踢一道時間，飛踢一道時間。